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要来讲这个帮派是真唱秋，这是北联帮的成员。光头白日伫咧大街路顶，甲被害人抓落来，围起来拍，搁爱对方跪落道歉。啊，暴力讨笑是甲人拔去，甲人拍到半小时。被害人要去病院，因搁约去病院，恐吓到对方，袂使来报警，根本无咧惊半人。啊，这个结局就是总互台北市的刑警大队砍起来咯。 穿白衫的查甫人红棍互掠条咧，行入去急诊室，连行路拢有困难。原本掠准穿黑衫的查甫人是朋友，其实是去甲地下钱庄借5万，予黑帮掠走，互拍造成头壳受伤，对方阁约到急诊室，唔准伊报警。 23岁姓柯的主嫌，除了接触来恒业公司，阁靠设北联邦大哥的身份，伫湘北地区设立真大、犯真济伤害案件，嘛派组织犯罪前科。3年前，为着约20万买车尾款，竟然找兄弟伫高速公路飙车约车，搁伫棚空内底对方的车连开5枪，摇摆行为早着予警方锁定。为人暴力讨债、恐吓取财、谋取不法，并 以街头斗殴聚众滋事，严重影响街头治安。连黑帮内底细汉的发生行车纠纷，主嫌嘛老10几个人赶到现场拍对方，搁伫现场逼对方下跪会室咧。都是因为这个行为，互警方报车提检署长期监控，以恐吓、妨害自由、伤害等等的罪嫌，移送北检侦办，嘛继续扩大来追查其他不法的事情。